各位觀眾，好耐冇見啦，歡迎又收睇山金老人岑日飛嘅易卜玄機看天下。而家已經過咗2020年，踏入新嘅一年係2021。今次就即管同大家講下2021年我哋應該點樣展望呢？呢個2021呢，亦都要連埋我哋嘅農曆新年嚟講。2月12號呢，就係農曆新年嘅年初一，屬於所以叫辛丑年，係牛年。The Year of the Ox。呢個牛啊，其實係咪一個好嘅年份呢？辛丑年呢，如果我哋用測字去睇呢，其實都有問題嘅。你睇個辛丑呢，表面上睇辛係代表金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庚辛都係屬金，但係其實我哋可以轉一個角度講，個辛呢其實係辛苦，丑呢其實可以同個丑字啊，醜惡嘅丑字相通，所以辛丑年呢其實係一個辛苦同埋醜惡嘅年份。咁究竟2021年會唔會係醜聞百出、人心惶惶，令到社會不安呢？好快就可以見證到。咁我哋從西方開始講起，2021年呢，嗰個美國啊，可能又好唔掂，因為你嗰個美字呢裏邊呢有陽有大，陽大為美啊嘛。嗱，陽呢係屬未嘅，未嘅生肖係屬陽，丑嘅生肖係屬牛。辛丑年呢係丑未沖，所以美國就好唔掂嘅。即使好似而家美國嘅總統選舉呢，特朗普呢輸咗都要拿翻扎沙。同有呢個美字裏邊有個大字，牛呢就好忌壯大嘅，隻牛越大呢就越容易俾人宰割，所以可以估計呢，美國喺新嘅一年呢，其實都好多事發生嘅。我哋就即管睇下，尤其係庚子年選出嚟嘅美國總統呢，通常都會有災難嘅。我哋從西方嗰個靈數學開始嚟講，用西方嗰個術數嚟占卜。呢個靈數學係公元前580年到公元前520年之間呢，希臘有個哲人兼數學家叫做 Pythagoras 畢達哥拉斯，佢係數學家之父。我哋有條畢氏定理啊嘛，佢就傳授咗個概念就話呢，佢話數字係具有精神上嘅意義嘅，可以揭露萬事萬物背後嘅真理，可以藉住個數位咧嚟詮釋人生嘅意義。咁究竟佢點樣計法呢？就先將嗰個數字咧化咗做自然數，即係個位數。譬如話2021，我哋就將變咗做2+0+2+1，加埋個總數就5。咁你5呢個數字有個象徵意義，象徵啲咩啊？5數呢係代表2021年呢係充滿咗挑戰同埋變化嘅一年，所以應該有各種唔同嘅困難出現，亦都要我哋呢係沉着應變。咁同埋2021呢個5字呢，亦都係一個缺乏承諾、害怕抉擇嘅一年，即係好多嘢都唔敢拍心口，同埋呢好怕作出選擇。咁而家香港人都要作出選擇喎，因為好快到呢就有3隻疫苗就嚟香港，究竟你應該揀邊隻嚟接種呢？其實都好傷腦筋嘅，都唔知邊隻係最冇後遺症。仲有呢，我哋講5呢就代表感官嘅口，所以顯示到呢喺2021年呢同口有關嘅行業呢就會比較有利嘅。最緊要嗰把口啊，好似啷個油咁樣。同口有關嘅行業，我諗起律師啦，諗起教師啦，諗起經紀啦、保險啦，仲有其實飲食業呢都同口有關嘅。應該2021年嘅飲食業會有翻啲起色。無獨有偶西方講5呢就講有利嘅行業同口有關，但中國呢嘅傳統，譬如話紫微斗數呢，紫微斗數有所謂叫做4化星啊嘛。辛丑年嘅4化星呢，就有代表化祿、化權、化科、化忌。但好多人最重視呢，就嗰個叫做化祿。
化祿因為祿就指財祿，因為香港人重視揾錢，咁啊有利化祿嘅星喺辛丑年咧就叫做巨門星。嗱，呢個巨門咧就有一個是非星嚟嘅，喺古代佢個官職就係諫官，負責勸諫呢個皇上。所以我哋講巨門星咧，佢五行係屬水嘅，化氣為暗，本來生性係陰沉嘅，唔善人際關係嘅處理嘅。但係咧，如果講到巨門化祿嘅時候咧，佢就代表開口財，用感性嚟表達作為溝通。所以我哋講嘅，包括我哋網上講嘢，喺電台講嘢，都係開口財嚟嘅，通常都要用口。同埋呢個化祿咧，代表住能夠妥善發揮優點。嗱，巨門化祿咧，對辛丑年嘅氣場影響咧，係反映咗好多屬於溝通或者業務性質嘅工作。好啦，我哋又話60年就係一個甲子，每60年就會出現辛丑呢個干支，即係話我哋講2021年嘅60年前係咩年份呢？就係1961年，上一個辛丑年啊。咁其實你睇到上一個辛丑年咧係唔係好老禮嘅，因為中國嚟講咧係3年經濟困難嘅最後一年。由1959、1960、1961又出現大躍進，又出現人民公社據講就死咗成5000幾萬人，所以一個好凄慘嘅一年，成個經濟都未走出困局。呢個就係我哋講上一個辛丑年嘅情況。然後再上一個辛丑年咧，你睇翻啦，就係1901年，因為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入京，所以嗰年咧，清政府咧就同11個國家簽訂咗一個叫辛丑條約。呢條條約係中國近代史上主權喪失得最嚴重嘅不平等條約。賠償嘅金額高達係4億5千萬兩。所以見到哇，聽到辛丑年都得個一額汗嘅。咁1901年再上一個辛丑年係咩？就係1841年，鴉片戰爭仲未完結嘅，一個鴉片戰爭係1840年開始打嘅，打到1841年。到1841年嗰陣咧，先咧就英軍第一次進攻廣州城，4個幾月後寧波就失陷。打完廣州，打完寧波，跟住就打江寧，江寧就係今日嘅南京。所以鴉片戰爭簽訂嗰條約，不平等條約叫做南京條約啊嘛，其實嗰時叫江寧。咁啊好啊，如果唔講60年一個甲子，我哋淨係講牛年嚟睇，12年就係一個牛年。咁你見到每逢牛年呢，個經濟都係由升轉為急跌嘅，所以你唔需要期望2021年經濟會幾好。你見到 COVID-19 嘅後遺症都知道經濟通常會受到挫折嘅，係經驗之談嘅。上個牛年就係2009，嗰年係 H1N1 新型嘅流感流行，嗰時感染嘅人好多嘅，全球有214個國家，有到7億到14億人感染，多過而家 COVID-19 好多，就冇死咁多人。嗰時只係57萬幾人死亡，但係都好大劑嘅。而家 COVID-19 咧都好快過億噶啦。你睇下嗰時 H1N1 咧都係好大件事嘅。咁而2009年嘅上一個咧牛年咧就1997年，就香港嘅回歸年。咁呢年嘅回歸年咧，我哋講呢個國際上咧有呢個咩？有呢個英國戴安娜王妃嘅過世，同埋爆發呢個亞洲嘅金融風暴。呢個就係我哋講1997年。雖然話回歸，其實都有事發生嘅。再上數個牛年就1985年，對中國嚟講咧就係改革開放前進過速，引起市場嘅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升得好急嘅，到1986、87咧，然後先至可以回穩翻定翻落嚟。因為行得太快，呢個就係1985年嘅牛年。跟住就大件事啦，再往上數個牛年就係1973，香港股市就出現咗最大規模嘅股災。嗰年叫做癸丑，係水牛年啊。今年嘅辛丑就金牛年咧，
癸丑年水牛年，你見到當時期嘅電視劇集呢個鄭少秋演呢個大時代，成個樣都呆晒嘅。記住唔好怕，唔好怕，係技術調整啫。但係結果啲股民咧，個個咧都變咗望住個熒光幕咧，成個都變咗發咗神經咁樣。所以我哋講恒生指數喺一年之內咧大跌係超過90%嘅，數以萬計嘅市民就因而破產甚至自殺。未股災之前啊，個個都意氣風發嘅，又話咩魚翅撈飯啊咁樣。咁呢個就係1973年。睇下卜卦，唔講嗰啲干支，唔講辛丑，唔講牛年其實唔需要卜卦嘅。北宋時期有個大嘅易學家叫邵康節，寫咗本書叫《黃極經世》，已經同我哋推算咗每年嘅卦，有個叫值年卦。每年每個卦嘅特色，唔使我哋去占卜，唔使我哋起卦。呢個黃極經世咧，就根據先天八卦嘅排列，將呢啲先天八卦排列咧，呢個咧係天澤火雷風水三地嘅排列法咧，一上一下排咗咧，然後將佢變咗就叫做64卦嘅方圓圖。由呢個方圓圖，我哋順序去數咧，我哋就數到2021年咧係喺呢個叫做秘卦。2020年就叫做明夷卦，2021年就叫做秘卦，2022年咧大家係睇到叫做既濟卦，然後2023年咧就叫家人卦。就我哋全部都可以由呢個咁樣嘅64卦嘅方圓圖咧，就可以計到每年係一個咩卦。所以我哋講2021年咧，從易經嘅占卜嚟講啊，根據邵康節嘅推算，唔係卜出嚟噶。佢推算出嚟就叫做秘卦。呢個秘卦你睇到啊，係從跟住2020年而嚟嘅。2020年嗰個卦辭講叫做明夷就利奸精，因為太陽喺地下邊四周一片黑暗。咁有幾奸精法？我相信大家各位都見證咗 COVID-19 所造成嘅災難，大家都知道話好難捱啊！而家都有叫做抗疫疲勞。咁會唔會2021年會好啲啊？2021年嘅卦辭叫做秘亨，小利有攸往。表面上睇係 OK 嘅，講明話小利啊嘛，即係冇話四周一片黑暗啊嘛。所以好多嘅易經書裏邊咧，呢個叫秘卦叫山火秘咧，好多學者都認為秘就代表係裝飾，係吉象嚟嘅。不過真係點睇法？因為見仁見智嘅啫。因為喺《呂氏春秋》裏邊有個記載咧，就話孔子亦都使得秘卦，就話不吉，唔認為係吉兆。結果佢個弟子子貢就問孔子：秘卦好好啊，點解你話不吉咧？咁孔子就話啦：白就係白，黑就係黑，秘係黑白相雜，有咩咁好啊？所以可以諗到咧，孔子所問嘅應該係大事。頭先講秘卦小利有攸往啊嘛，大事就不吉，小事就係吉。所以佢話不吉，亦都指出秘卦有個叫做黑白不分嘅唔好嘅地方。所謂黑白不分，咪是非不分咯。你睇而家全個世界嘅政局，無論係香港、係美國、中國、台灣，甚至歐盟，所有嘅國家，其實佢個政治局勢咧都出現一種叫做咩？叫做是非不分，啲政治爭拗啊，都唔知邊個啱邊個唔啱。呢個而家就係而家呢個世界嘅寫照。好啦，我哋睇翻秘卦，其實你睇到山火秘，火就代表太陽，太陽喺山嘅腳下邊，咪就一幅太陽下山嘅畫面咧，即係叫做日落西山咯。日落西山咧，講明2021年又係一種面臨黑暗嘅畫面。咁亦都話咗要面臨新嘅危機。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唔好諗住2021年咧係黑暗之後就係黎明。黎明係黎明，不過係落日，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呢個就係2021年嘅另一種寫照。2020年咧係光明受損，希望受損，但係2021年嘅卦象咧，你話吉利 OK，
因為太陽落山都有一輪紅日嘅，個太陽都好紅噶，好靚嘅，落日都好靚嘅，都有餘光嘅，所以表面上睇話都幾靚，其實日走下坡，所以你見到啊嗰種光咧，你可以咁講，咁一輪紅日係特別紅嘅。咁因為離火喺山嘅下邊，所謂離火咧係主教育、主文化、主電嘅能源、電子科技、人工智能，所以你可以估計到喺2021年咧有幾範嘢咧係比較放出異彩嘅，文化啦、電子科技啦、人工智能呢啲都通常咧會有特別嘅進步嘅，會能夠有好多創意出嚟嘅。呢個我哋係2021年嘅特色，唔係冇好嘢。但係另一方面咧，你睇成個卦由初九至到上九啊，我哋可以逐個卦逐個爻，由初九至到上九呢6個爻啊，每爻就主2個月，因為一年有12個月啊嘛。不過每個月係指邊個月份咧，你就要分翻講啊。因為我哋喺而家嘅中國曆法度咧，係從漢武帝開始啊，係定實咗根據夏朝嘅曆法係正月見人人月係正月。咁但係咧喺周朝，我哋而家講嘅易經係周朝嘅易經啊嘛，夏曆就見人，商曆咧商朝咧就見丑然後咧到周朝嗰個曆法咧就見子，所以我哋要早2個月1月到2月底就本來係屬於初九，但係去到周易咧應該從11月開始去到1月底，呢個叫做係初九呢個係褪咗2個月所以你見翻咧，我哋要同大家對照翻，用翻新曆嚟計，初九係從11月開始，11月1號開始至到12月底11月1號開始12月底，咁我哋對翻新曆咧就12月15號至到2月11，因為2月12號咧就係年初一，所以我哋計翻呢段日子就屬於初九嘅爻辭。個爻辭點講啊？叫做避其子，捨車而逃。子就係我哋叫做腳趾，特別係嗰隻腳趾公，代表萬物萬事嘅開始。開始嘅時候咧，捨車即係有車都唔好搭古人就叫車車馬而家我哋叫車唔好搭，有車馬都唔好坐而家我哋講有車都唔好坐，情願行路，逃就徒步意味住咧有一啲優惠其實我哋都唔好咁快支持。我咁講就根據呢個卦爻辭咁講嘅意思，即係話會唔會係去到呢年份去到2月下個月有疫苗咧，要觀望下睇定先，唔係話最佳接種嘅月份。究竟點解咧？唔知啦。我哋依爻辭嚟講，點解要捨車而逃？即係話你有優惠咧，都寧願行路，唔好咁快接受呢種優惠。咁然後到咗6、2咧，就避其衰，就從1月1號開始，2月12嘛，至到2月底舊曆新曆就係2月12至到4月11。呢段時間究竟應唔應該接種疫苗咧？如果根據爻辭所講咧，其實都未到時候嘅，因為避其衰，衰嘅意思咧就表示漸陪嫁嘅漸切，或者個衰字咧可以解做鬍鬚，就似家中嗰啲長者咧好開心，因為有人結婚，整理下鬍鬚整翻乾淨個鬍鬚，準備參加婚禮。但無論呢個衰字係解漸切或者係鬍鬚都係屬於茄喱啡嚟嘅，係湊熱鬧嘅，唔係婚宴，唔係結婚嘅主角。所以用引申喺我哋而家情況咧，有優惠初九就要觀望，6、2都要觀望。最佳接種疫苗嘅時刻應該係從4月12號開始至到6月9號。如果大家我唔係話叫你唔接種疫苗，但係你要易經講天時地利人和，接種疫苗都要講邊個時刻係最好嘅。最好嘅時刻就係4月12至到6月9號，遲咗又唔好噶咯。遲啲我哋講到
到64咧，我就同大家講到點解64啊個時候咧接種就冇咁好喎，因為693咧嗰個爻辭講秘如永貞吉啊。點解有個如字啊？因為我哋知道咧93裏邊咧藏咗個交互卦2、3、4咧，係一個坎卦，坎卦係代表水，水表示有樣式，已經秘如咧有咗裝飾啦，繼續樣式，所以變咗引申就係叫做錦上添花。所以呢個咧用翻喺香港咧，從4月12新曆計下至到6月9號呢2個月咧，係接種疫苗嘅最佳時刻。如果你6月9號都唔接種，跟住去到6月10號嚟講咧，至到8月7號咧，呢段時期咧，佢嗰個爻辭點講啊？叫做秘如婆如白馬項如匪寇分溝。咩叫婆如？婆如就係唔打扮，秘如就係打扮。而家問題就話要化妝打扮好，抑或樸素唔打扮好，都令到好多困擾。因為有好多可能出現一啲，譬如話你要接種疫苗嚟講，可能出現咗一啲負面嘅消息，係一啲假消息，唔係真確，只會令到你好困惑，變咗好擔心。所以明明人哋坐白馬飛奔而至啊，嚟嘅唔係盜賊，你就當咗個賊辦，其實佢係嚟求婚嘅，所以變咗好混亂。所以不如你就話喺個6月10號之前，由4月12至6月9號嗰段時期咧，係接種疫苗係最安心嘅。呢個就係爻辭所俾我哋嘅指示，就呢個64。好啦，65就秘於幽園，束帛氈氈，氈氈就好少嘅嘢。束帛氈氈，束帛咧就表示係嗰啲結婚嘅聘禮。聘禮用布匹噶嘛，束帛氈氈布匹，但係太吝嗇啦，好唔掂，所以變咗我哋講65咧係8月8號，呢個與舊曆嚟講就7月初1至到6月底啊，呢個就變咗喺新曆就8月8號至到10月5號，咁咧呢個係唔夠，嗰啲氈氈表示係比較好緊守，所以可以象徵係新冠肺炎病毒應該已經尾聲，因為中吉啊嘛，中吉就已近尾聲，但係無可避免經濟會受挫嘅。大家唔好以為經濟會反彈啊，即係我哋講去到10月咧，都係表示其實個經濟咧都係好即係下沉嘅，冇乜起色嘅。因為呢個我哋講從嗰個爻辭裏可以推示到會有咁嘅情況。而去到上九就八秘無咎，係從9月初1呢個係至到10月底9月初1至10月底，我哋講係一個10月6號21號至到10月3號，咁呢個咧就變咗係最後尾嗰2個月，以最為樸素嘅白色嚟到裝飾，係冇罪咎。其實就代表咗咩？代表咗就係話一切嘢都係打回原形，從頭開始。所以我哋從呢個上九嘅八秘無咎去推算咧，就話呢個病毒嘅災禍 COVID-19 咧，一定都要捱多成年，一直至到今年嘅10月3號之後咧，先至會消減。所以祝大家好運，沉着應戰唔係表示有好嘅消息嘅來臨，都要捱多成年嘅。咁仲有我哋仲可以講一樣嘢，就講下呢個秘卦嘅六親卦。六親卦就屬於我哋個叫經房嘅八宮卦。咁我哋睇到個病毒同嗰個秘卦關係。呢個秘卦咧屬於艮宮，艮就屬土，咁木就克土，所以凡真屬木嘅嘢咧，就屬於官鬼。我哋睇個六親圖咧，就睇到咧嗰個初九就屬於官鬼，嗰個上九亦都屬於官鬼。卯官呢個卯官咧就卯為木，木咧喺我哋嘅身體度咧屬肝同埋屬膽，所以希望咧大家會留意你哋咧係喺2021年咧。就特別你哋留意你哋嘅肝同膽容易出毛病，甚至去到上九嘅人官個人咧
卯屬木，人亦都屬木，都同樣講明係容易啊喺2021年咧會得到肝病或者膽病。咁啊，即管睇下，但係希望呢種肝病膽病唔會係因為啊打接種呢個疫苗而得出嚟嘅後遺症，希望係無關係。而家都唔知疫苗究竟嘅後遺症係咩，而家大家都喺度觀察緊，因為可能有啲後遺症要1年或者2年先出嚟嘅喎，唔係話即時30幾分鐘就會出到嚟嘅喎，佢唔會係好咁快喎，佢慢慢會出嚟嘅。咁但係至少講明咧喺嗰個卦度咧，秘卦度講明咧，佢呢個官鬼講明咧係容易身體毛病出嘅就係肝同埋膽。好高興大家咧收睇我呢個頻道。咁啊，最後咧就同大家講下咧，我自己咧都有個網頁嘅，個網頁叫做 yamaima.podia.com。咁啊，歡迎大家登入我呢個網頁。我網頁裏邊咧會提供易經嘅初級班、易經嘅中級班，有呢個活得容易、簡易平易嘅易活嘅身心靈嘅錄音同埋文字，亦都有岑日飛嘅文字落。咁啊，歡迎大家你哋 click 入我呢個網頁咧，就詳細睇裏邊嘅內容介紹咧。拜拜。